现在做票慢人来了，今日来除了一位来宾，佢汉德接受访问，因为伊平常时露体访问伊係成績非常好，拿過兩座金鐘獎嘅廣播主持人哦，齊志燕、分享志燕。啊，依樣嗬，你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今日比較推三線嘅志燕、齊志燕，大家好。你看他嘅開場白都冇平庸，真係嗎？非常專業。係啊，頭都講志燕咪坐下去講，外國翻嚟本人們哦，係啊，我只想講，現風上都講，我體拜坐對啦 V 嘅咧。係體拜。哦，我喊咧，因為我特別我只訪問人，好，我只喊你本人訪問。古時我唔係講本人訪問嘅時節，嗰種心情係用我嘅語言按用埋嚟講。哦。古時我唱義用多多包涵。哦，冇嚟講。我講我發聽到。哦，我哋主持人千喜歡花軌道嘅來賓。哦，哎呀，真係唔會冷場。哦。如果軌道故事，我哋啲之間有軌道故事可以分享。啊，今日我哋按用很好，可以有唱到大隊鼓。係啊，咩利用之間帶來一條小舞，好來講故事。係相信軌道人都冇聽過嘅哦。我哋錄唱處理本我哋睇好，對之間來講，佢重要嘅物品我係乜嘅？天座。泡泡嘅嘢。啊！哇哦，好結真！煤礦作業、人工安全培訓好結真，台灣省空污局。一個係我嘅阿亮哥。哦，阿亮哥。我條分阿亮哥。哦，我同你講啊。我特別係其實從我特別喺講有時看過我啲金鐘獎台燈嘅事情哦，我特別就係就會講啊，什麼你條分嘅阿亮哥，即係我講嘅阿亮哥即係我爸爸。對你來講，重要我唔睇的係嗱，一個係咪講礦工證？哦，你係礦工證，因為我爸爸佢等於講各種病要差唔多15歲是落炭礦。因為我在苗栗南莊鳳母館，該片的話，鳳母館即係講嘅鳳來，第片只有青島嘅礦脈，很多的礦脈。啊，做起爸爸佢就不管是第三檔嘛，爸爸又係最大嘅來嘅。古時候佢各種病樣啊，記得阿爸講佢15歲畢業其實落炭礦，係因為佢強勢冇人愛用。冇人愛用，想講啊，你死不嚟用，死了要聽你會做乜嘅喏？但是阿爸講吼，捱住吼，你就啊，有四條看乜嘢喺做，乜嘢喺度捱自己，乜嘢喺度捱自己。啊，後來佢嘅控住啊，即係講佢嘅調價，即係講，佢按我係話冇就那一條吼，幾條是不能做，但是該當危險呢，因為。我頭擺，你做嘅因為講大攤，當初只用柴坐電落去，當初只載電出來，其實唔係。我爸爸佢所做嘅係體育線，體育線即係講你要去潛到有一種，你地板還有一種家嘅後背會有寫到講佢係乜嘅植物，什麼植物？像我爸爸佢係體育線只係講你潛，點解你後背佢會有寫？叫下佢係採煤工，採煤工。我爸爸嘅提示，因為你看啲啊天嚟下背，佢都愛潛到，愛有啲都煤礦，愛有石炭呢啲物，潛到以後，佢就再寫去先熱，啲都確實有嘅以後，只當真是去熱，沒有，這個會去搶佢就有爆破。有爆破啊！佢就會去先去炸，炸開來以後，爸爸佢就只會因為佢下洗站嘛，佢只會轉落去以後呢，我爸爸講佢上次佢係愛用係條鵝嘅，愛用大炭，愛用殼，用嗰種細細嘅嗰種工具，愛用殼，去留啲炭讓熱出來。所以講，頭擺爸爸佢就只會因為講，有人講啊，你大攤呢有乜嘅？你大攤呢啊，就講看呀做工人勤勞啊。但是我爸爸佢就講，捱苦捱自家嘅能力，你莫講捱做礦工賺下多錢，你要想捱付出嘅嗰種嘅危險性要極大。像我爸爸要按時咋，要打體育線呢。講實在話，佢落去啊，不出來冇唔啲。係啊，因為你可能啲嘅大山嘅時大，可能只嗰隻山咧是白皮葉，白皮葉落下來，你可能直接
车架子买得起的，我演没演不出了。爸爸做到几多岁啊？我爸爸做到56岁。古时候对韩国有印象，就你细细时间，爸爸还係係我細細時間我爸還係抗共，唔過係對頭擺對抗共係冇乜嘅印象，我嘅印象只係知道講，我爸爸佢做抗共下班嘅嘛，佢頭擺會擺一隻嘅像架子一樣嘅，係像人家登山背包一樣嘅，咁擺定，地擺只會有我媽媽攞佢準備嘅很多飯包。飯包呢，一件就彈到咔咯咔咯咔咯嘅聲，因為我爸爸佢當上來，佢一天會留，佢準備，比如講準備媽媽攞佢準備嘅啲主菜，可能所謂主有可能係雞肉啊，有可能係乜嘅肉啊之類嘅，我爸爸佢一天會留到了是飯包，特別嗰種嘅飯包下嗬，係只很多阿魯米嘅，樣裝得。爸爸佢8點轉啊，即係頭咔啦啊，即係爸爸轉來的，哇！因為我不卡嘟嘟啲咧簡單杯，嘟嘟一隻夾，我即係睇到爸爸上，我即係走到咧夾咧去等爸爸，我爸爸用行電手，我即總等下，用總等下，我爸爸即係讓我拿馬去了，即係變到個鏡頭當杯，然後呢，之後佢嘅飯包地杯。留下來嘅主菜，可能係雞髀，可能係雞頸，可能係豬肉，就那幫來食。我爸爸呢就用佢哇，只讓我徛到個鏡頭，然後我就食。我爸爸這樣行定家當這樣轉，你係我對我爸爸從細嘅印象。你做工按菜，你煮菜留本咯。他把主菜留給我，而且沒有雙主菜哦，是單方可能金幣之類，是同鄉來啊。所以講我老爸爸有一種很特殊嘅情感，有時候我就姊妹就講我最矯情，因為爸爸很鄉來，其實你忙啊。我妹妹忙出世嘅時間，我係忙清爽啊！對，我爸同鄉來錯。可能來看天氣好，也個對子人來講，會重要嘅物品，好啦。哇，這個223已經有62年嘅歷史。62年223有62年嘅歷史，而且你看佢嘅那種全部手工，有冇佢啲臉線有冇嗬？佢係用手工縫，你係我媽媽嘅新娘衫。Oh my god！ 我還留得因為我223係我媽媽佢嘅新娘衫，嗰時候佢保存到佢當真相，你喺佢人生當中第一輛屬於佢嘅衫褲。而且如果人做嘅冇嘢嘅，係啊，因為講起來，我媽媽嘅話，佢算起來係一隻當有故事性嘅五星。因為頭擺我嘅家公家婆，我家公因為228事件，228事件，啲咧太後代嘅事件嘛，我家公是蹦蹦嘅啊，是模特的啊，是我家公是受難者嘛，因為佢受難者，阿福卡都有，還有3隻阿姨，還有一隻阿 Q， 總共有4個生意呢。跟我家婆當然冇辦法接受嘛，一開始我講，家公本來好勢想讓做勢，結果就讀到228事件，太後代事件，我家公是過身的。過身以後，我家婆13年，我帶4個生意，身體又唔好，結果去年隔8張月天，家婆沒過身。姑嫂笨蛋啦，這個有家公有家婆，哈福卡都一家，雖然講沒講親父用豐裕，但是一家底部有4個生意，沒算豐咯。但是因為228事件，結果家公家婆去年是過身，變到我媽媽係滿福卡都只阿 Q 天，你阿 Q 一天冇可能講本人嘛，咁樣嘅實。跟我媽媽呢，佢就因為佢會滿佢用自己樣試死天，後來就隔壁鄰舍講，哎呦，佢家父個安財哥哦，冇是佢阿四妹吼，即我媽媽個四妹講，佢阿四妹呢吼，即本萬人吼，比做養啦，比熟，叫我媽媽笨蛋，係人咧不卡都嘅滿後來因為讀到228事件，是變到人咧養哇，按坎坷哦。係啊，當坎坷，因為佢。本人做養唔咩點啊啲，介紹時代嚟講，本人做養絕對
苦头的嘛，那是基本款。无好食一定係無好食的嘛，無好做一定係無好做。伊就算有好做，免鹽面 Q 3。所以講頭擺嘅用，是講是底好做，是底好做，聽聽。家下讀到呢把時間，睇下如何精神嘅，唔敢講嘅，啊，你攞啲也按熟悉嘅故事，係一睇也能啲。哦，一定係睇嘅以後，嗰種時我想睇到講，後來因為政府佢都有去做咗調查，睇後代時間，啊叫只有人家加工嘅名嘅，後來我加工嘅名咧，啲台北嘅200公園，但會沒有，但會沒有我加工嘅名嘅，啊後來頭擺我媽媽哦，其實冇講，冇講得咯。所以講阿媽當家係去從政，你知道嗎？佢當家係講到政治，就冇講，但係是冇講。那你講為什麼？啊，後來因為個啊啲件事情，慢慢地曝光以後，好大家對啲過去嘅歷史有所了解。我想提到講，哦，我加工鹽網，真嘅到鹽網。係啊，結果一出到了17歲，好啲啦用之後加。做兩樣呢邊嘅家婆呢邊，佢到17歲，啊結果我嘅阿婆，至於講看線條嘛，至於講啊咩嘅我計哦，當會做喎，講都當會做喎，叫可能阿媽媽嘛，啊結果就看中醫咧，叫阿媽媽17歲，這天嘛，啊18歲嫁落來，啊這樣是佢就做定啲嘢。形容山，月亮真係媽媽嘅形容山。哇，好酷哦！哦，啲人說的都以晚年有人按嘅真嘅天公嘅妹啊。我只知道講天公伯好當公平，佢可能啲兩隻位數虧欠你，佢會啲另外一隻位數補本你。一係我嘅看法。所以講我只知道講你今日有資源，你當然而且嚟感謝到我嘅阿爸阿妹啊，阿爸阿妹有幾條樣有你啊，所以講我係用呢非常感恩嘅心情，第一講到阿兩個老阿妹仔嘅故事，其實就係我最愛嘅爸爸媽媽。我用之前嘅爸爸媽媽嘅故事做開頭，就不想念嘅故事誒，他一突然來講之前伊本身嘅故事，係嗰一個專業噃，吼，先生下查嘅，等下個多陣嚟打這個。我只讓我爸爸講，爸爸，佢衝到哎呦廢平，要做得當衛冕者哦。阿爸講，係呢哦，我講爸我來報名，阿爸講咁唔知去哩，我講唔講嘅哦。接來做客慢嘅來了，今日來坐了位來賓係一定有名也非常專業嘅廣播主持人齊智嫣，頭談到智嫣嘅故事，爸爸媽媽嘅故事，哇，非常特別。真嘅，會酷過來嘅，真嘅，不少都按獎，有按優秀嘅妹嘅，他們一定很有成就感。吃到根本嘅吼，你記法最好聽，本嘅我攞到本意，你冇上時間吼，本嚟米沾米都講佢獎，你也比。直接講你講吼，行到睇嘅甜甜，你知哦？因為爸爸媽媽嘅話，正經講實話，從嚟啲推單嘅時間啊，接上埋咩第一講，什麼頭髮啊，兩個什麼頭髮嘅美姐，因為人嚟講下，從細唔知人嚟講下嘅話，讓注定用係要較強嘅行業能力。因有辦法啲講啲嘅各項工業當中，讓出嚟老年來你講嘅經濟，而且係冇輸贏。係，人哋一開始我講，之前拿到兩個廣播劇中，當然我以學帶來大家看啊，也係天意錯，我哋係天意錯。講下廣播電台嘅，人哋比過台三線。你係做喺教育文化獎，教育文化獎係啊係天意錯嘅，係天意錯。啊，頭都要講國線啦。你係錯核心，因為係天意錯嘅時間，天意錯嘅時間，你做2016，好2016 51屆9年前嘅。嗰錯就已經小可用上路嘅，你係錯核心。還看得出金金。你第一擺得獎嘅時間有很驚訝，應該冇有。其實我講應該講點解拿到金鐘獎
以前，其實你客家不論喺廣播係你天師，其實漢地有得獎，係你講，甚至有的人唔知道講啊，原來客家也做得得獎呢件事情。是那個完全功效嘛，差唔多係完全功效。係，因為是不是給擺喺很多非流行音樂，現在叫類型音樂，還有擺很多非流行音樂，咁樣成日做乜講音樂？尤其愛音樂嘅得獎其實幾難嘅。係，重點係講，你唔知講，也唔知講難。哦，唔知講也唔知好難。啊，結果呢？我就是報名啊，這是報名。唔過這樣是因為該擺嘅話，我沒有特別感謝到新客家廣播電台嘅董事長羅能平董事長，還有劉明玉副台台長。做乜講呢？因為我離開廣播樂團時間，後來有辦我在前方向都講，我做客家研究，跟我都在做啲為客家做乜嘅事情。後來我是打天花板，我嗰樣是已經離開天台咯。啊！這專門啲嘅教藝嘅高創班，創作黨團體。對，基礎獎以前其實係離開一陣嘅。離開一陣嘅。啊，後來我知道我嘅董事長，我知道阿蘋果講，董事長，我想愛為客家做啲嘅事情，講乜嘅事情？我想做一隻節目來報金鐘獎賜款啊。唔該，哈魯啊，你說。嗱，這樣子講，叫，好啊，請好，好啊，請好。其實總支持我，後來我知道華佩老師，好給這個長笛，好雙，他就很厲害，雙碩士啊，喺法國留學回來，我知道給合作，這啲咧新客家廣播電台就開始嚟做音樂性嘅節目，那我就這樣做，公司花一切之氣家來，錄音也好，企劃也好，所以講無從按度工作嘅，真係就兩曬負責所有嘅事情。叫後來只去送金鐘，雙料入圍耶！佢說：喲，雙料入圍。啊，後來呢，我只把它睇個得頒獎的時間，得獎的是子燕、華佩，哇！尖叫聲。後來我說當然懂激動，因為沒有經驗啊，我雙語還是開始用我嘅客家話講。我說什麼樣我是開始啲用客家話啲講。當你是學到呢，就話喲，你客家節目也做得拿金鐘獎，還有人敢用客家話啲拿金鐘獎嘅舞台當背，啲嘅講感情，哇！只因為呢件事情，這本來感動到，然後當到堂中反饋，他說只要我可能講解到話，我叫，因為我禮拜啲做安排去嘅典禮當中，堂都講按到嘅客家話，全部就講客家話，然後感動到嘅客家鄉親。後來我看到那個入圍者的這些名單，特啥哇名人誒，教授誒，他們都是音樂家誒，很強嘅人，哇！我就覺得我好幸運。我做天公把當獎來，他讓我心想事成。因為來講，我知道阿蘋果講來講，我想老客家，我想幫客家做點事，結果第二件事情就成了。因為至少有啲腿檔，啲係金錢，還蠻容易拿過兩隻獎。而且啲腿檔用客家話來講感謝，兩點我知道客家至少有曝光度有多一點點。咁當初我會行到廣播也行嘅喏。因為同佢完全冇相關嘅。真嘅，我同佢我是工科的，然後呢完全冇關係。佢做乜嘅畢業到呢行講有咩神奇研分？因為我條擺本來去做工，就是環工嘛，環境工程。結果反正就因為有擺在做實驗的時候，我是實驗室助理，有擺反正就前一位的工作人員沒有把那個廢料處理好，叫我是本嘅鹽曲度硫酸。堵到水分氣太嚴啊，那我們的氣管灼傷啊，還有兩個是血坤，血坤的時間嗰陣時，還是看到電視上有歌唱比賽，叫我就唱到，我知道講，我知道我爸爸講，爸爸，佢唱到哎呦廢片，要做得當衛冕者哦，我爸講，係呢哦，我講爸我來報名，我爸講，咁唔知去哩。我講唔講嘅啊，唔敢但係男仔如果佢會唱歌嘅，點唔係講會，乃至因為條擺
各种高中的时间，也是学校司仪嘛，演讲朗读，所以讲我台在舞台第二天时间我讲，当然啊某一波天视台啦，一般还是看报纸，因为咱们有在歌唱比赛，叫我是，然后爸爸讲爸，你有在歌唱比赛，我来报。客家嘅哦，阿爸讲好啊，你敢唔知去练？我讲我报名听下去哦，阿爸讲好，叫我去报名嘅。报名嘅以後，結果原來記得很多叫做金賞杯歌唱比賽，金賞是點唱機。然後我講，我家用時候多可愛，睇我們點樣多點唱機，去到現場記得導播說要試音，他說你要唱什麼 key？ 排上講，我家很多 key。他說：“我講老我真的是不知道，因為完全冇學過。叫我講跟老年來共用就好。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唱魏海山的 key， 叫我是好像從那個一兩蓬先生嘛，嗰條歌曲叫我一唱，那時候還蠻厲害的誒，我完全你講的出生之犢不畏，體白參加，按後彈。”然後全國系內哦，加前三，叫我打入前8強。哦，一路呢，一路誒，那因為你唔對我講，後上嘅時間上年有下講，冇衝倆上年下變，頭擺嘅時間跟上年下亮，就一路的，而且一定唔會講上台，嗰種最懂很從容自然的表現。係啊，給我打到8強，泰嘎就很看好我，覺得我是下一屆的歌后哦。老天爺就是這麼可愛，他不要讓我走歌唱這一條路，他讓我忘詞。你唔記得歌詞以後叫我是停在8強，但是因為停在8強，雖然講我冇拿到前面買第1名、第2名、第3名冇，但是因為這個主持人訪問嘛，就像你訪問就發現到，資源嘅客家話講到懂流量，而且發現親家，後來嘅用是個天視台嘅副總經理，是讓我爸爸講，阿妹客家話講到按好，好又唔會講生，係咪做得了我哋天視台做主持人，我哋諗唔皮樣。竟然係因為歌唱比賽，入到廣播嘅。對。然後最因為後來其實對廣播來講，係對我來講係一隻動作，但是頭擺喺天視台我主持經驗當少，但是廣播對我來講係一隻夢想。好不錯個我當上去，但是我冇門路，冇嗰種門路，喺度我知有一擺唐天台唐大哥記得整年，請嘅行政人員，行政人員去走早班哦，早班的哦，6點去到不用帶嘅，接電話講喂，乜嘅天定熱課哦，接電話嗰種哦，係想講好，先進去再說。我雖然講電視台喊你哋天視台啲嘅做主持人，但是我早上條我6點，我走到天台，我不用帶嘅，一定係上進天台。我想落去天台。做嘛天台會因為嗰種人會面到天視台會過上面啊。唔得都會過上去天台。我知道佢還有神，是講甘肅冇共樣誒。我只知道講本人唔知道講你上到去演去變，當講出嚟嘅聲音，係為下下人。可以講有人願意支持你，那個叫真心的支持你，不是看在我們的高顏值，有冇？嗰種嘅甘肅冇票，所以講我聽話是當上我做天台，就咁樣就行喺早上6點開到行喺去啊。係我是想講唔怕行政人員先做定來，還是先落去先入門再說，落去以後叫後來我是讀到我 TV 廣播嘅幾年。很多宋經理，宋經理，經理姐她是嗰樣是台長，其實人家對談啊 interview 也是他幫我，叫佢哋其實發現到個我呢種嘅翻譯，還有我嘅翻譯接天花跳大掃，其實講子燕你要不要試試看做一個節目試試看？你要做節目試看啊嘛？我係講做得了。叫唔錯，你試看啊！後來其實本來一個快狀，就是一個禮拜1點鐘。記得我跟我是個節目，很多打發時間。我是開始啲個做，然後反應還不錯，是開始一步的就慢慢的達成了我落天台嘅一個目標。
過後呢，你去入對行了，吼。所以講，我因為講嘛，講天公伯當將來當相來種啊，吼，跟唔講我要好講，要俺蠻會講，即拄好做廣播拄好，嘿，真嘅拄好。加到下一趟呢，之前我帶大家去到伊工作嘅地方，去天台樓樓啊，嘿，等下我到這來。他說聽你講話好做作，好惡心。叫我看到以後，佢都講，哎，子燕姐，你看到你不會生氣啊？我還講。會啊，哎，我有酸民了哎，表示我是網紅。今日呢，吼帶大家來看，子燕呢，大概上班的時間所採嘅例子。全球嘅聽眾朋友，大家好，也俾佢講下廣播電台，俾大家經常到嘅節目，也嚟俾個台上線。大家好，我係子燕徐子燕，今日節目播出時間禮拜一到禮拜四。其實咯，子燕啊拿了按多擺嘅金鐘獎，特別拿金鐘獎嘅時節，本來啲咧台東啊，只會當感動。從頭擺啊，我睇51屆拿到金鐘獎嘅時節，嗰種時我係唔知道講，原來金鐘獎係按難，後來很多人名嚟講啊，恭喜得獎嘅人係子燕嘅時節，哇，嗰真嘅。我們唔知道講按難，叫我是人講我是屬於，我是開始拿定我嘅樣，有冇拿定我嘅啲金鐘獎，我是用啲全場講客家話呢？我家用是咁啲哦，原來金鐘獎佢係冇分2年嘅哦，佢有金曲獎冇用哦，金曲獎嘅話佢可能有分啲客家啦，係呢個閩南啦，還有啲流行樂嘅，但是金鐘獎冇呢。我想知道講原來我係第一站吼，即講用客家嘅節目去拿到了金鐘獎嘅主持人。呢基金會呢下邊呢有啲天台有出版呢，也有天陽嘅，還有客新聞。其實呢唔單講客新聞，你講下廣播天台吼，你按多年來呢，其實你成績也挺好。像在今年呢，你只有青島嘅節目呢，只有你未包含到像你嘅阿西老師啦，還呢個言客嘅啦，還呢個音樂太亂調哦，今年拿了3錯。所以講今年呢，吼金鐘就是你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旗下嘅講下廣播天台成績1級棒。下來呢，為大家來紹介到講下廣播天台嘅新創部分，介就係你嘅節目組。Hello， 各位同事大家好。你嘅節目組嘅組長，啲地方呢含金量當高，而且呢，每位呢唔單止講係啲平常時工作人員之外呢，還係當優秀嘅節目主持人咯。做廣播係呢必須要有傳承，就像我接上講嘅吼，我一出啲嘅吹下都現行理論，自然咧係做得比，我做得帶一條後生人向下比。但是呢吼，你一出訓練到新人，等到呢個新人佢自家做得獨當一面，做得自家比嘅時間，我就會推到第2線、第3線。係講有一日佢就需要講子燕姐請求支援，我以為啲咧後邊呢吼，這個比到頭前呢來帶點大家，你也覺得我所吹講嘅現行理論，因為到3年第10位9個以後，總係我嚟做隻成長，韓國後生人也有必要千好嘅發揮空間。受到之前在大家去到講下廣播天台哦，係幾看起來個室內天台啊，不過之前係唔是個明日落去哦。因為我嘅節目係禮拜一到禮拜四，禮拜一到禮拜四下晝到3點到4點，故所我禮拜一到禮拜四我一定要去天台。唔通我安會得獎咯？有人問講冇啦，有人講安會得獎冇啦，係天公伯上來。我講哦，我家咪講51屆，我去拜報名，我就很幸運，我真嘅有為到客家，我講我做到嘅事情，我真嘅做到啦。結果聽你初起，我到了講下廣播天台，咁我落去睇演員，咁我係阿尊、齊志尊，阿尊總經理，咁我是講，子燕落來，
我哋吼，我就基金會接觸以後吼，我寫一條年，叫我說好啊，我是了解印下來以後，第一年，我都是播很多教育文化獎，因為我專門收幾多推產線，好，而且我給我是個節目，我覺得也蠻創新的啦，這個三個嘅歌詞，好，三個是講我用四季。好，四季正28隻詩，我知道一隻題名，比如講三萬，好，比如講糯米，比如講北部，是用四季法28隻詩，然後兩隻地方嘅名字、口名、特產、韓國嘅歷史，是做一隻28詩，28隻詩是然後去做一隻詮釋，然後。我有一個最棒的 partner， 王義堅。我念題以後，我先用像音使用嘅先念題，然後義堅等等三個就來。呢個我就會用第一28隻詩第二批，然後義堅用唱，用這種下語，好就等於說你是精簡版的。一下聽28隻詩，我是做到呢個地方嘅特色小記題，又加上了義堅超。用非常好聽嘅啲歌聲，呢個節目我就是播教育文化獎，結果我是講天公伯真件上嚟嘅，我就真以為，以後結果真得獎，真得獎，太太講，子燕你不要再報了啦，你要給別人機會，太講你把都按改咩，就真的不容易，真係冇按簡單，我相信像你有參加過那種就大型的比賽，你就知道光是入圍。就千難咧，係啊，唔如係，你也天一百咩係有上過我會得獎，冇日嘅事，要冇冇嘅。因為該拜係我天拜這個阿尊，你總經理叫是阿尊，齊至尊，阿尊咧請埋落去，節目樣做西藏嘅天天咧，樣做西藏嘅天天，也係基金會接觸客家接觸講客天隊第一年，我就只用呢個節目去報名，結果。是非常的幸運，這老為客家為了講下廣播電台拿了第一錯嘅金鐘獎，後來哈會測呢，你們都測嘛，拿了一錯以後嘛，結果連殺後輩，連當年講下廣播電台，哇！贏得獎咧，贏得獎，你講會測定起啊，所以我那支金鐘獎哈，像是母雞一樣，你講，每次衝，大家來講，你帶頭，好，你先帶頭，我先衝，你們後面要跟上哦，係呢種嘅概念。因為你確實會本嗰度客家公務員帶來佢太嘅信息嘛，真嘅，很有士氣啊，對，其實這邊因為講原來做客家也可以有出息嘅，而且重點嘅我一次老太家來分享嘅就係講從你嘅金鐘獎並唔係因為上世界永遠少嘅講自然嘅世界，佢要講你係依邊嘅吼，係啲客家嘅金鐘獎，你係點啊？你係客家嘅金鐘咯，真嘅，金鐘獎啦，一般金曲獎係冇咁樣，金曲獎嘅話叫分2年嘛，但是金鐘獎係你講像你嘅以前嘅金馬啦，係你講馬嘅獎，它是沒有分語言的，係大家中比，你講英文嘅也來，講馬嘅話中比，全部都一起來，我們還能夠入圍，還可以脫穎而出，該真人講，是不是我們真的很幸運？真人係當幸運。唔咩？我要隨跳啊！我要隨前要隨跳啊！那有可能得獎啊！所以講我特別這個我很感謝，真然我當咁講後來之後呢就機會就下少咧。後來之預備我留一隻新嘅，因為有講過嘛我喺啲咧八卦哩部落泰嘅客家妹嘅。我喺啲部落泰嘅客家妹，叫我嗱開一隻弟弟呢，佢喺啲客家種泰嘅原住民，佢叫一弟高志成，該拜我就沒係雙料入圍，結果該拜就是去見習，你才會發現說不是入圍就會得獎，但是會你比如過你可以啦，你已經輸到肯定咧，基本上講是咁講啦，但是還是實拿實的哈，左青龍右白虎拿定哦。那種扎實的感覺，他們入圍就是得獎，不是得獎就是得獎。我就來做該用筆試，當然。有你比如表示講唔係過你可以嘅，
我上過度嘅觀眾朋友可能唔單唱唐之年嘅廣播，我有 follow 嘅語音，嚇嘅社群。如果你講唔講一個做廣播係嘅 mission 嚇，你嘅使命，係唔係做到規範咯？從人家人做嗰種社群，咩做咩會用過奇妙嘅方式來教大家。因為你好講，因為你點樣發，其實我的起心動念當中有這個。因為爸爸留下了青島，你係到田山，唔係田山，即係講你係到山咧，你係到田。跟人講嘅啊，路愛日日掃，田愛日日倒。結果我就講快啲嚟，咁樣嘅實，我頭擺，我講你要說拿麥克風嘅呢，難會拿腳頭呢？唔要得啦，叫我是開始有限啊，就為山當是開始去做了就說，後來就發現到講，喲，呢種東西，之中有一擺。我看到特別是個日式的不是個秋葵嘛，不是個秋葵，所以講秋葵，客家方言講啊，因為我大姐姐係國文老師，好，她是國文老師，然後我說大姐，佢秋葵客家方言講，我大姐講秋葵啊，我講是嗎？後來我就利用啥子咧討論，後來自己查相關嘅資料，哇，拄好，因為我家有種嘛，還是開始老太家小記講，你先來，大家知了，秋葵客家方言嚟講冇啊，家己講像龍腔樣，古時人都龍角頭，像龍嘅角樣誒，哇，這一篇都紅了，大家是一直轉講。因為原來係按樣講哦，原來按樣講，佢當然未會有人講唔係啦，應該按樣版講，應該按樣版講。但是我因為講冇共同嘅意見，你係共下來討論係好事情，係啊，只講你唔討論，對，然後一起排以後開始我就發現，我的追蹤人數開始變多，然後只會有人講，子妍老師，你今天還沒有教大家，你將來上時間來講嘅時間，來會用法語，對，小嘅，因為法語係太個唐嘅是個語言，用法語來小嘅，你係一項東西以後，將老太家講，你啊這個東西客家話用嚟講，這樣子，討論到個奇妙啊，讓大家討論下，讓你大家只向下來學習，你懂一啲，但是可能佢未必有冇共樣嘅講法，大家會貢獻來貢獻一起分享啊，所以這個有人之講可能會有一些像有一擺哦，只有人當不啲嘅下講聽你講話真惡心，他說聽你講話好做作，好惡心，叫我看到以後，佢都講子妍姐，看到你不會生氣哦，我講。會啊，我有酸民了表示我是網紅咯。叫大家是見笑，因為我知道，你冇可能講大家是中醫啊，好，但是你有看到係大家支持你呢件事情。而家底下都最面嘅可能人嚟講下來說，對子妍來講，佢配印尼嘅料理，底下都啲乜嘅嘢，好，底下個多陣來。要身材有身材，所以講我爸爸當中人問我爸講，你講你不家還有乜嘢嘛？還有春嘛？我爸講冇按不條啊，這個變寬下啦，只係開玩笑。現在做客慢熱來了，裡面來材料嘅係廣播主持人齊子妍，頭都談到非常多精彩嘅故事，都也係給他嘅講下來是好事的。人哋面前都有看到，一擺唔係蒙出來嘅，原因係乜嘅呢？因為子妍非常嘅認真嗬。如果還帶有洛神花，我嚟擺盤。因為洛神花你識講嘛，係咪樣酸酸，酸甜酸甜嘅。因為酸甜酸甜啦。偏比啲一套藝所親有故事嘅啲一套菜呢，米是差唔多酸甜酸甜嘅，酸甜酸甜。你準備嘅都係糖醋排骨，我們客語對，我不考我們家裡面的糖醋排骨。好，你們家的對，因為啲係有故事啊，因為這種你最喜歡吃什麼呢？哪個吃飯啊？啲嘅話即講頭擺，因為我嘅滿叔，我的小叔叔，我滿叔佢係空軍。給空軍他一年只能賺了200天，故說佢賺了嘅時間佢特別我嘅阿婆就會啲個會，只會拿一個西葫蘆當個醬油，是一堆一堆嘅，一堆一堆，慢慢地炸，一泡啊，一條那一芒，就可以拿熟轉來嘛。
啊，然后等到阿叔转桌上啊，阿婆就会按装好以后，这块是阿婆卡肚以为嘛，有糖，有酸吃，有酸头，看不看嘛，泡泡啊，就会来头。你应该吃过糖吃排骨，但是应该冇吃过那种 Q 面。系啊。你都不吃到大白冻都会用那很多番茄酱。嘿，还你讲会它裹粉裹得很厚，但是变爱发就很薄，你是全部全部会扭。哇，佢说你晚上没有食重生，冇啊。个 avocado 这讲一天，你只用从俺的病这个有点算大菜，嘿，哦，吃都可以耶。平常时冇食。哎呀，因为你像俺讲俺蛮熟的空军嘛，佢病了转的时候，特别喺下先的啦。阿婆讲佢要转，阿婆将会去买排骨，因为开始一堆一堆慢慢的泡，慢慢的炸。啊，你下佢发生睇下嘅成百下风肉咧，好，从来就你下上我食的花，好，我就请教老姐姐讲，大姐姐糖醋排骨咧，因为俺大姐姐哈，俺特别是讲，因为爸爸妈妈转去以后，长姐如母。那个大姐姐啊，太姐姐哈，其实像我的妈妈同样，她是我们的许愿池。今天我的我开许愿池，特别讲大姐，我的东西我是吹包哎，其实我讲啊，我没空啦，啊你们想吃什么口味？我没空，叫俺冇喊呐，啊你哋想什么个口味？好，哎结果呢哈，你今日讲听过专业一听之有，大姐是哪一位啊？大姐是哪一位？大姐是中间这一位哦，你看呐，要无仙女。好，你还拿不卡不机吗？来，这一位是我的大姐姐，也一位国文老师。大姐姐给一堆位行为啦，作为做人做事，样样都都寂寞青苔。她会是督导，她是我们的督导。哦，还有，所以讲不卡度给教育啦，还你讲各方面，全部用大姐姐以大姐姐为标本。你们五姐妹会吃些感情就懂后。小时候其实长大才比较。其实细细时就睇家都啲个特殊嘛，也冇讲感情好，然后唔好两件事情。嘿，一直都睇家就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尤其嘿都了公演勾践，对，我不看公演勾践的时间，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景色，觉得姊妹，好，还有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干女儿，就六姊妹。哦，结果呢，睇家就会买6份礼物。好，比如说，我今年来想讲啊，我来买咖啡好了，好，我就会买6份，开咖啡，好那个6份，转机，然后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开嘎，然后二姐也会买6份，所以我们每次都过年的时间是从交换礼物的概念。你像我哋会去想讲，今年我就吃到马个东西最好吃嘞，吃到好吃啊，提早想到分享。哦，要跟姐妹分享，这个是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很好吃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哦，叫这份买东东，大家这样分享。你像按照姐妹来讲，我姐姐她们都很优秀，非常的优秀，社会历练也够，大家共发共给了就会没有压力，有懂开板是有开的，讲专业有专业，开玩笑可以开玩笑，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所以讲阿爸爸当中问阿爸讲，你讲要不看还有乜嘢嘛？还有春嘛？阿爸讲冇按不条啊，这个变款啊啦，只会开玩笑。所以爸爸妈妈丢到你呀，嘅乜嘢？哇，嗰傻批咧，来看一下呢，同时有些爸爸妈妈的安等真哦。看下爸爸妈妈俩，其实俩3年前差不多6年啦，2年半左右。你看俺爸爸妈妈给俩相片，因为50周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俺不卡翕那种都家庭全家福，嗰陣時貼擺翕係因為50周年啊，爸爸媽媽結婚50年，都結婚嘛，結婚。俺媽媽頭擺這個，以後頭擺安排過，買個婚紗就沒冇翕過。俺談到呢個地方，還是想講，好，我來安排。還是讓俺姊妹睇下頭頭냠냠，這塊是講，還是讓俺媽媽溝通好，迄個還是帶媽媽去現啊，連慢慢裝好。後來是完成了第1步的我們全家福。爸爸做西裝，媽媽做新娘禮服，哇，請書畫到家裡來幫這樣弄，哇，爸爸媽媽好開心。有人他來人看來形容哇，這樣
他就很开心。啊，黑人的妈妈身体更来更差的，去年的年代，其实讲，哎呦，我哋啊钻石婚哦，60年的钻石婚啊，你有办法羡慕哦。你有时候妈身体还无，其实开始会有腹水，身体还唔好诶。他讲你用要付唔菜，我翕念是没翕的，给我该年的年初二。一样请书画，然后一样请摄影之类都不卡度。啊，结果我看，刚他本台改看到爸爸妈妈做个这两衫，还是我在网络上买的呢。对，因为公园的是根本租不到衣服，因为情况紧急，还是给家店面当不买。就是本爸爸妈妈用做啊，做起来哇，然后我就姊妹大家是做。旗袍，在旗袍这一爱特别爱电脑要主持发通的时间做个旗袍，啊，我妈妈其实没有一两个做的，她就其实好开心哦。所以讲啊，这我长时间做了点事情，所以讲不卡度1、3年带头，有没有？哎，我起心动念，我想说，哎，我要帮妈妈圆梦啊。结果看去年在同一年，因为那一年刚好闰4月，然后我妈妈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啊，还好，徐子言你很棒，你来得及，你吃着你没有遗憾。所以我接受了当多给堂中朋友，还那个其他身边的朋友讲，哎，子言啊，爸爸妈妈离开之后，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我祝福爸爸妈妈，因为我给到俩过多亲厚，好，因为他说你们都不会有遗憾吗？我讲怎么会有遗憾呢？我讲我的父卡按照姊妹太家这个。把握当下，不留遗憾。有冇？想要托爸爸妈妈现在共行之行，唔会讲啊，等你身体还好的喂，等来有闲，等来有钱，唔会。我们说走就走。对，所以讲把握当下，不留遗憾。另外，我卡来讲，我就按照姊妹太家，就是有一个这个信念。刚讲嗰啲上海公用嘅成分，如果嗰自己咧去過。就是撒下来会对这个有乜嘅规划哈？吃动来的他个人的规划来讲的方啊，提嘛，做广播那件事情，对我来讲，得来用嘅嘢没，我做现在得奖已经不是我的目标，因为其实起心动念，很重要。这个我一头把一开始，师兄来讲阿平讲我想要为他家做的事情。我那时候的起心动念是这样，老天爷听到了，他帮我达成了啊。但是俩动念，讲你没拿嘞，哈，广播你没做嘞，好，短影音我也做了，但是我会之后讲，我们讲的雁行理论，你好，你会漏啊，迄讲有的年轻朋友。係呢個他有陣係主持嘅都，佢就對講廣播啦，係呢個主持方面對客家，嚟講客家嘅主持，係呢個廣播有興趣，佢就願意學，也願意個子燕姐你我可不可以請教你之類的，我從我都願意嚟做到傳承嘅角色，至少我嘅字眼嘅念，這個燕子，我们要说雁行理论，大家喊我比，我比头前啊，带带你就比，等我会落啊，落的时间你好上接上来哦，不然就带头哦，我就会推到2线、3线，结果有一天你们顶不住了，我又可以重新带你下头呢。我就带到头前一，我继续帶領大家。而且傳承呢件事情對客家來講係獨重要嘅。各位好呢，今日非常感謝子燕同你很精彩嘅故事，我是嗰度，非常感謝，還帶來很好食的這做嘅糖醋排骨，這做嘅糖醋排骨，設計嚟跟米西這某片，這是我許願來的。我們家的大姐姐。